准备好啊呀？嘿啊，安那无用电动温水啊？还有错。电动温水今仔日无用，无错来保庇。哦，安尼哦。会古早的节奏嘛。你是先做目睭膜。我做目睭膜，好啊，我做的，嘿啊。互你看加哦。好啊。哦，好啊。较早目睭膜是是爱家己做，你有看？哦，安尼爱家己做。哦，怎么做咧吼？啊，遮啥物老师教恁的年代，你看，遮细枝啊，就会安尼头毛一支一支安尼拔的。阮古早要做无头毛啦，我较早是长头毛，我拢家己撮阮家己头毛起。哦。啊，头毛长嘛，啊撮安尼头会用做三摆。对。哦。较早爱水吼，就是爱安尼啊做。嘿啊，无当买呢，有当买可能爱香港啊啥啦。嘿啊。无来品的啦。哦，迄就真正一个目睭嘛。对。较早咱台湾无对买目睭。啊，嘛有人做去卖呢。有啊。可比讲，你要爱对无？啊，甲我做文讲，林俊啊，你做一个目睭门来卖咧。啊，你为着要趁迄外劳啊，你着。这算幼工啊。即马你若是讲会晓手工的，你做你网络会卖啊。较做花嘛，做。啊，咱大概拢是共戏班的，共内底人啦，因为伊袂晓做，也是无闲通做。老师是敢有好多洗？会啊，你若讲斗头2、3摆安尼吼，啊伊会这较早是家己卷，做爱卷，啊伊会袂翘，伊会闭直落来，啊所以你就是煞洗，用茶米茶落去洗，啊洗，啊再搁用纸落去卷。啊，伊就过会翘。啊等落倒伊就翘起来。哦。这样啊，是来介绍一个讲，古早就是安尼生活吼。咱演戏是化妆先，什么叫做胭脂水粉底用什么咧？用叫做阿英甲，迄是日本话啦。即么叫做阿妍花啦？阿妍花迄爱油点买，就是这，吼，这吼。迄粉啊，用这，阿英甲，啊再用这。吼，啊用这啊再搅花油，啊就黏起来，啊若有较功夫的，佫摕去吹，吹互伊色较袂敢若迄个抹了较袂过敏。啊有人较悬淡的，伊就无吹，安尼搅伊就怎样抹。水果较好抹啦。水果伊会较甜啊，嘿，你若无吹，伊会安尼糊糊软软。一块安尼啦，袂焦，拍起敢若嘛袂焦。啊，面拢无几个色啊，面都敢若红的、红的、乌的安尼尔啦。嘿啊，有这个是哪色？这是为着啥？迄是较落尾啊。落尾啊。我细汉的时阵伫戏班就有捌，嘿，这吼若要抹眼影吼。用这嘛无当摕啊，就是用这人咧弄球去弄球叫迄人啊，用甲剩一丝啊，啊，就用这来抹青这啊，是啊，做青。对啊，就是用这来抹。啊，阮是爱烤啦，阮是烤粉，阮拢抹淡的，啊烤的浇花油嘛，啊搅，甲阮用迄笔啊吼，人咧画唇笔迄种笔啊，迄阵较有啊，阮迄是黄的啊，啊阮就用唇笔啊，再咧画目睭。我顶顺顶头。啊，当阮用啥咧？当阮是迄个哪有啥物面粉啊？尻川啦，小大，就是用这啊。这是咩？哦，爽身粉啊，米仔粉，哦，米仔粉，米仔粉啊，这就是囡仔咧炖烤。不要问。对啦，用这啊，用这抹咧吼，啊，就用这啦。怪拄啊讲尻川对啦。啊，就用这抹，啊，这毋是最天然的，你看我抹遐尼久，阮的面嘛袂安怎。啊，这吼，啊，这乌烟，叫做乌烟吼，乌烟是爱用啥咧？
用迄个阮兜吼，拢是咧安尼点一个灯火吼，啊，着用一个号角啊，安尼甲伊神咧行唱去你面顶啊，啊，着安尼，伊会唱久，伊才着哇一个头火烟落来，啊，才嘛是共款交火油。啊，咱是家己用安尼啦，可比伊若大量的真侪人要应付真侪人，因会去迄个有人咧卖呢，迄落敢若人伫咧行烟房迄种的，一届用完才会遐济。阮较早我细汉缀阮妈妈办的吼，是拢伫咧大鼎，人煮饭的大鼎，啊大鼎很贵哦，迄口偌济。阿弟，嘿，迄个较粗袂？袂，啊你爱硬啊。哦，啊硬啊，伊个口啊嘛是啊定定安尼啊，啊你爱甲硬，硬落线，啊共阮搅火油就变乌的。哦，啊照阮妈妈咧画白酒用。以前好刻苦耐劳。无底买，迄是无底买，就即摆变。啊，画白爱用这啊，用竹啊，用竹啊，竹啊，不是拢用眉笔啊吗？无来就是无来，毋只用迄乌烟甲伊搅。嘿啊，啊用这安尼，诶，这真好画呢，安尼画，啊你若要画目睭，你颜色目睭对呢？啊，画只点头目睭嘛用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用的啊，用这啊，恁较等来用这画。啊，这是啥？粗纸。这就敢若人咧金纸啦，啥物纸迄种。较早就是较早擦屁股那用的。嘿啊，按对啊，这个 IQ。对啊。我老师迄么，这是只低度就外面的啦。